法国总统马克宏含第一夫人佩姬去告美国极右派的查某盲将奥文斯，是因为呢，这奥文斯对今年3月开始伫咧节目内面讲佩姬事实上是查甫的。那马克宏因翁仔某已经透过律师表示，因已经予这奥文斯机会，把这影片摕掉，所以拢无做。知影放过的这个奥文斯也无讲要来收煞意思。17岁法国总统马克宏甲72岁嘅奥佩基，伫美国德拉瓦州高等法院对美国极右派 Podcast 主持人奥文斯提起22项嘅诽谤诉讼，诉讼也达到218页。马克宏阿某讲，因来提告是因为奥文斯伫8集嘅 YouTube 甲 Podcast 节目中，讲第一夫人佩基可能是男性，参马克宏甲嘅奥其实有血缘关系等等。另外，奥文斯也伫 X 平台答文中表示，伊家己嘅职业声望挂保证。佩姬确实是查甫人，而且伊即世人毋捌拄过遮尔恐怖的代志，呼吁其他记者同齐来报道即个爆炸性的消息。I think that President Macron is going to have a very difficult time with this libel suit. But I think he's also probably not giving enough deference to the fact that courts in the United States grant broad discretion to individuals to comment on public officials. 奥文斯伫 YouTube 有448万观众，社群媒体 X 平台也有690万观众。每一集有关佩姬的评论节目至少有200万到直逼500万的点阅人次。马克宏阿某讲，奥文斯的行为显然咧受了因，互家人感觉痛苦，就此引起关注甲名气。而且因已经互奥文斯充分的机会撤回这个讲法，也毋过说互奥文斯拒绝。奥文斯是反击讲，身边到底是啥物人甲佩姬讲，一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告别国记者是一个好的主意。Anyways, I am floored. Are you floored? Because this is just goofy. You are officially a very goofy man, Brigitte. But I got to give it to you. You've definitely got balls. 毋但伫美国，佩姬也伫法国提起诉讼，反击2名女子伫2021年在月播出的 YouTube 影片，讲佩姬的原名叫做萨米谢尔托涅，这正是佩姬兄弟的名。另外，奥文斯伫封告了后，亲像也无提及拍算，也伫 YouTube 影片讲，这件诉讼是明显绝望的公关策略，想要抹黑伊的人格。马克宏的律师拒绝透露当事人寻求的赔偿数字，也毋过警告，若奥文斯继续不当言行，金额会非常的济。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。